今日是足特别的日子我们爷子大牧师来到阮即个公校教会上帝的家我们每一届敬拜，咱拢要来用信心、用欢喜、用感恩来开始阮的敬拜。咱伫礼拜进前，咱用两首的诗歌，信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地欢喜降落地，求你听我的心郎，主你给我的爱，求主你是主比你愿我尊敬，将你。147首，你竟有就君主，互伊洗清气。这首阮来吟全首，4节。
来敬拜咱的上帝。兄弟大家平安，请定静心来敬拜上帝。上主啊，阮感谢你，至高者啊，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抱拥你的慈爱，下暝时抱拥你的信息。上主啊，你会用你的作为，互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唱歌快乐。这是三甲内吟圣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起立金泉手。请坐。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疼阮的天父，感谢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三角组织敬拜，嘛感谢你顾守阮的生活，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经过。感谢主，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阮伫今仔日要来学习你、赞美你，愿今仔日的敬拜
拢通成做你所欢喜。今仔日，原谅长老带来思考恩典的信息，求主赐福分享的话语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今仔日嘛是公园教会大喜事，求主赐福阮的教会，伫下晡罗牧师就任的逐项事工，停事进行，拢得到主你的感纳。每一位同工对你遐得到快乐，尽心尽力为主所用。嘛求主看顾阮的牧者，保守因的身心灵。你要伫因的身躯顶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用满有温高的智慧牧养你的百姓。嘛求主赐福会友每一个家庭，互阮伫社会上会当充满关怀、甲信心、喜乐、甲平安。这时，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元灵、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启应文第48篇。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捌对救阮的水泉欢喜吸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日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三角来攻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真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这是赞美，请圣歌队。
唱歌队优美的歌声，愿主感谢。这时要来正道，元阳长老伊要正道的题目是“思考恩典”，思考恩典。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敬送阮做你的囝儿，互阮的这个福气，来到你的圣殿，遮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即时运行伫阮中间，互阮安静心，阮讲甲听，都能得到你对顶面来要教示阮的代志。阮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一个基督徒，上藏在放伫嘴边的，可能就是讲恩典，感谢主，感谢有主互我这个恩典。但是最近我常在咧思考，讲我对恩典这样代志，敢有影真正完全的了解？什么是恩典？恩典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咱今仔日的圣经节，约翰1章14节讲，道成肉身，即讲较早的迄个，毋是新的本吼，踮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想要搁加一节，第16节，对于丰富的恩典内面，咱拢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一种的疼，但是恩典甲一般的疼并无共款。爸母疼囝儿，无叫做恩典。这是义务，也是权利，也是你的享受，但是这是毋是恩典。男女相疼，也无叫做恩典。你亲像上帝所讲的教示咱的圣经教示，疼人哪亲像家己，嘛无叫做恩典。恩典是一款绝对的疼，伊是无条件，伊是单一个方向，伊无求回报。的一个疼叫做恩典。人间的爱、人间的疼，拢总是有条件的，是血缘的关系。但早期台湾移民打来遮的时，有福建漳州过来一个社区，有福建漳州过来嘛，定有一个社区，讲的音口、气口有一点仔无共，所以漳州人疼漳州人，漳州人疼漳州人，所以两边就有张全拼。是古早时代是漳州人甲漳州人争起来，因为逐个人爱家己血缘关系内面的疼，这个疼是有条件、有范围，是咱结拜兄弟、咱逐个亲族、三族、五族以内，咱有这个疼伫咧。所以亲族关系，你若得到福气、得到好处，家己人，你就鸡犬升天，鸡甲狗拢上天去哩。所以共款，你若发着大罪，古早时代讲啊，诛九族。高族拢爱提死了，你所共款有关系，即个血缘关系、亲族的关系，拢总提死了。因为你的疼，伫你的范围内面，家己伫遐互相笑热。人间的疼拢会变化，恋爱、男女中间的疼会变调，所以有人会失恋，甚至会情杀。夫妻会袂和，本来甜甜蜜蜜。以后就变成糟糟黏黏，就会离婚，就会失和。这是人间的疼，拢是有条件，拢有一个范围。但是只有恩典是无条件。马太福音第5章45节安尼讲：上帝降落雨，互好人，嘛互歹人；上帝互太阳照义人，嘛照歹人。伊真侪时阵。咱会讲，上帝敢若疼迄个伊有疼上帝的人，上帝敢若疼迄款疼伊的人。你若无疼上帝，上帝就无疼你。这事实是毋对的，因为上帝的疼是无条件的。上帝甚至讲，耶稣讲，恁在疼你的对敌。你若是敢若疼迄个疼你的人，安尼有啥物小事？伊讲，亲像抽象的，嘛是安尼共款那定。所以，事实上，人甲人中间的疼，拢是相向的。敢若上帝的疼，伊是单向，一倒来
无回报的。你听我，所以我听你，这是咱人间的听。你无听我，我就无听你，这是足正常。今日伫物质的顶悬，有来就有往，有包我这好我伫结婚等于阮囝结婚的时，恁囝结婚的时，我嘛是包遐济，上一个加一个利息互你，安尼若定。因为你有听我，所以我嘛有听你。你互我安尼，我嘛互你遐济。真正是咱是感情得的。你对我付出偌济关心甲关怀，我嘛对你付出遐济关心甲关怀，要搁超过真困难。你听我，我才听你，这是正常的。伫人间是应该是大家所有拢会看会到的。但是只有上帝的听是单方向的。伊头拄仔讲的，落雨好人嘛互歹人，日头照义人嘛照无义人。伊落雨互中国人，嘛落雨互台湾人；出日头互台湾人，嘛出日头互中国人。无因为咱无介意中国的政权，所以上帝听咱的祈祷，无降予遐个人，袂安尼。上帝听是无条件的，甚至伊是一个单方向，伊无求你甲回报，就像你也无法回报上帝的听。有当时人讲我下愿哦，上帝啊，你若发啥物物的时候，我就做啥物物来回报你。哦，咱通拢有这个心愿。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阮阿伯迄代遐有一个家庭，伫穿啊榕树下，一个足破碎的厝，因迄个老爸是看得足臭老，伫遐塞迄个卖包啊，寒天的时阵包啊，你卖，阮老母拢常我讲吼，伊吼，这一站下愿要做牧师去读新人医，了阁无真正去做牧师，所以上帝甲刑罚，互伊足善车，伫遐卖包啊呢。咱真侪时阵，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交易的关系。上帝啊，你若互我啥物货，我就要甲你安那。你若互我的囝儿，咱考入台湾大学，我就要奉献100块。若是加拿私立大学，就剩10万。咱拢一款交易的心态，甲上帝咧交换，袂输讲咱会当回报上帝对咱的恩典。实际上，咱甲上帝的关系，迄个恩典的关系是无法度交易，无法度买卖。旧约的时代，咱常常看到这个下愿。上帝来下愿，这个情形，所以旧约时代藏在迄个恩典，上帝的祝福是交易的。所以你看，撒母耳伟大的先知，伊的老母汉娜，伊无生囝，所以受足大迄个时代足大的侮辱，所以去甲上帝求讲：上帝啊，你若给我一个囝，我就把这个囝献予你。这哪是有人？哪是有人是讲要献予上帝，所以从细汉出来就无啉酒，无剃头毛，所以撒母耳是头毛足长的。参孙嘛同款，伊的老母无囝受侮辱，所以伫甲上帝求，你若给我一个囝，我就一世人拢无要甲剃头毛。所以伊的能力就伫迄个头毛顶悬，所以尾仔伊中着迄个计，所以甲头毛剃掉，规官能拢失去。所以伫迄个时代，旧约的时代，人甲上帝还佫有即个下愿、即个交易、即个回报上帝的恩典的迄个关系伫咧。上悲惨的一项代志就是士师记内面，士师亚弗他，记载伫士师记第11章迄个所在，伊带以色列人出去战争，甲亚捫人战争，真危险，所以伫遐甲上帝求讨讲，你着要互我平平镇压亚捫人，平平安安转到以色列。你若互我的是，我甲你下愿，我转去到门口。第一个出来迎接我，不管啥物，我都献做烧罪来献予你，真不行。咱读圣经拢知，伊转去到厝的时阵，第一个出来甲迎接是伊独生女，伊独生的查某囝。阮常在咧笑讲啦，敢若生一个查某叫独生的圣囝啊，这独生怎啊出来迎接？伊足艰苦，伊讲查某囝，你较会安尼？你都毋知我甲上帝下愿，讲要甲第一个出来敬走咧，第一献予上帝，要甲烧罪献予上帝。我甲上帝来下愿呢，我是袂当挽回，我一定要安尼做。因怎镇压亚捫人，你着照安尼去行。下愿甲上帝交易是足重要的。互烧死，要互烧死，这个查某囝嘛，感觉这甲上帝回报是应该，而且是袂使违背。迄是旧约的时代，上帝甲人有迄个交易的关系伫咧。但是到新约的时代，上帝甲人，咱人无资格甲上帝来交易。上帝的恩典是白白互咱的。伊知影人间真济
疼，包括爸母、囝儿中间的疼，是有回报的。咱中国人，我敢若汪小玲讲，咱中国人讲养儿防老，饲囝，所以细汉大汉起来时，囝会当甲你饲吼。这就是一款有教育、有条件、有下关的一款疼。我常常足羡慕、足欣赏讲人阮的这年纪的人咧做的时候，拢讲好，让阮查某囝、阮囝成为一个花孝亲会，偌济哦，我实在足欣赏的。我还毋捌摕过孝亲会哦，这有条件的教育。爸母和囝是期待以后，囝是会当甲你安尼支持，甲你款待，有条件有回报。但是只有上帝的恩典是无条件，你无法度回报，你白白得到，你无迄个代价。人甲上帝要教我啥物？上帝互人上重要是啥物？是一个永远的活命。你有啥物会当献予上帝？甚至你甲你的查某囝烧死做火烧祭来献予上帝，你嘛无法度去换到永远的活命。罗马书6章安尼讲，迄个罪的代价就是死。只有上帝的恩赐，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咱可以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是无法度教育，无法度计较。上帝的听，伫咱人间四界拢有，但是你敢有真正去感觉到？你敢有法度去回报上帝互你这个恩典甲听？咱简单一个来讲。咱逐日数空气，较早双联团契伫1楼聚会，闽台长老有叫一个，敢若消防局的来演讲，讲这吼，咱人伫年纪大足危险，你厝里倒来爱需要氧气啊，所以来广告讲到尾讲这吼今仔日来较俗的，一支1800块安尼吼，会当互你数10分钟，吼，我甲迄个演讲有够成功，10个买我买3支，会当互你10分钟啦。所以咧，一日一支1800嘛，10分钟，30分钟吼，对，所以我算个一顶差不多1万块啦，吼，一点钟要1万块，所以呢，一日就是要24万，365日空气，我来要回报上帝，互咱免白白稳定，互咱拢做免钱的，我若到即摆。你有才调来回报上帝无？你无迄个才调，就是干那你呼吸这个部分尔调哦。为着你要生存咧，这个上帝的空气、氧气互我这一步什么拢会当我，你开当继续活咧，迄拢卖算。各位，你有才调回报无？有一个人互你63万、63万，你有法度回报？你无才调哦。水，一日讲上起码1500cc，水较俗，500cc 一罐20块代表就有，一日3罐。60块，365日70岁，嘛要150万。所以毋是咱会当回报，上帝的物这是白白互咱。你若家己会当赚到的，你若去换会到的，抽签抽会到的，跋筊跋会到的，偷体偷会到的，拢总毋是稳定，这拢毋是稳定。只有你家己无价值，你无不配得，你无资格得到，你无应该得到，毋是你努力赚就赚有的。这款叫做稳定，所以基督徒通常讲白白稳定啦。罗马书3章24讲，咱担上帝稳定伫咱顶悬，咱白白来称作义。稳定，若毋是白白就摕到，就无叫做稳定。但一定要清楚知影，稳定是免费的，对咱讲是无代价，敢若上帝有人互咱的。所以他拄仔讲加读一节，约翰1章。16节讲，伊丰丰富富的稳定，咱拢领受，而且稳上搁加稳。上帝的稳定不是伫咧，咱基督徒拢爱讲稳定，所以特别咱基督徒真侪囡仔面拢就是稳。我的太太这侪囡仔有2个查甫，一个叫稳平，一个叫稳红。这稳平娶某的时阵，伊囝嘛叫做朱稳基稳。我咧想讲，即摆因老二啊，结婚搁生囝吼，查甫就叫稳家。查某嘛叫做稳家，就是家人的家安尼吼。咱拢感觉伫即个稳定，咱不时甲放伫心内，咱基督徒不时看咧。除非无毋对，稳定充满咱自然世界。咱逐个拢感觉稳定，但是你敢有真正了解稳定特性？稳定有一款叫做一般稳定，咱头头讲的，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落雨义人也无义人，这拢是上帝生生不息的稳定伫迄个所在。你毋免甲求，伊伫遐都互你，这拢是白白的稳定，而且你毋免烦恼，伊自然的有，伊自然的互你。这个稳定是你不需要忧虑的。上帝甲咱讲，赤鸟其实是讲乌鸦啦，吼，毋是赤鸟。乌鸦咧，无种也无收，也无仓库，但是呢，上帝还阁支持伊。赤鸟2仙银一只，上帝嘛互伊伫啊，飞啊好势好势。白头花，上帝互伊穿啊足水，虽然计花是写，但是所罗门王上丰盛的是所穿的衫无迄类花的水。上帝互咱稳定是白白伫遐，你免烦恼，伊自然伫遐，而且伊阁是足有智慧、足精密、足科技、足高科技的。上帝白白稳定是伟大的。比如讲，咱地球顶悬，大家拢知有78以上的地面，拢是水，但是这个水袂当啉。咱物理安尼读讲哦，烧你就吊起来，冷你就缩来，热胀冷缩。冷缩的时就是密度较大，就会沉落。所以你海面的水，那4度到零下零上4度到0度时，伊不但无热胀冷缩，都倒变热缩冷胀。所以这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奇妙，这是一个稳定。伊若无安尼的时阵，你爱想象伫海面寒天到的时阵，伊顶悬结冰，比下骹的水较重，所以冰起来，冰就沉落去。顶悬佫是水。结果14日了，佫结冰，伊个密度较小，所以较重，佫沉落。到尾规个海拢总是冰冻，所有的生物伫水内面生物拢会死了了。上帝白白稳定伫自然界发生，遐尼自然，遐尼精密，遐尼高科技，但是咱拢无感觉，咱无去甲注意。70拍的水，咱新竹市若要啉水的时阵，迄个海水你袂当直接啉，你要啉就要去个蒸馏。变做淡水，然后淡水就甲一趟一趟送来到迄个所在。较早你做半导体的时候，就是哇，欠水啊，拢一车一车来送哦。送水是偌大困难，减水要加水足困难。但是上帝的创造偌奇妙，伊用啥物方法？伊用变做蒸汽，变做云，云呢风甲吹一下，到山的所在落下来，伫山区较悬的所在流来变湖泊，伫遐到各地水来水少，逐个水拢得到处理。伊用的方法，甲水拢送来到咱的厝，遮尔精密，遮尔计较，但是咱无感觉，咱毋知上帝的稳定，遐尼济伫咱的身躯，这是一般的稳定。但是上帝的稳定来到人间，上帝多成做肉身，多成做人来到人间，所以稳定嘛，甲个人产生一个关系。上帝稳定甲个人产生一个关系，叫做特殊的稳定。所以他都咱读的讲，多成做肉身，带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稳定。人间的疼，拢是有条件，只有多成肉身，佮为咱来死，这是无条件。所以。因为上帝用这个方法，甲上帝稳定是无条件的上帝稳定方法来到世间，伊家己演出人生33档的历史，30档伫遐做，伊故乡做目像3档半时间伫世间走达，用伊的行为来见证叫啥物叫做无条件的疼。伊讲，受做捆绑的人，就会讨绑。下面。迄个去用掠着的淫妇加干啉的，温带迄个用欺视的妓女，互市民会当看去，拢无代价，伊敢若信。下狗会讲话，软骹会当行起来行，大麻风会当直着捷径，互贵妇心的人会当直着讨绑。有啲人犯到吸毒，会当得到讨绑，拢毋免钱，毋免代价，你只有信，你就得到。伊就是要甲上帝的疼，所有的稳定是无条件，伫人间用伊的方式行一摆时，甲展示出来。所以伊疼善车人，嘛疼好家人，无条件，不管你是好家善，我拢疼你。有一个少年的官真有钱，来到上耶稣面前讲，要安怎，先生啊，要安怎开咱得到永远我？伊讲真济。
尾仔讲你放下你的财富来对我。耶稣讲看到这个少年人，伊就疼伊，就爱伊，伊有感情。伊看到拉萨罗死，伊伫拉萨罗的墓的头前伫遐哭。伊下面迄个钉死伊的人，伊爱犹太人，嘛爱外邦人，拯救撒玛利亚人的查某人，怜悯迄个迦南的妇女，伊爱伊的亲人。伫十字架顶，佮甲伊的门徒讲：看你的老母，甲伊老母交代互伊的学生。伊嘛爱遐无毋是伊亲戚的人，所以上帝献身疼所有软弱的人，亲像彼得。咱知彼得有3届毋认主，但伊犹原疼彼得，为着伊祈祷，互伊以后会当得人如得鱼。所以赐恩典来到人间，但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互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赐给他们？就是讲道成肉身，伊独生子来到世间，为了人死命来死，为了人来舍命。但是，这个舍命，咱可咱白白得到。啊，这个恩典的对待是啥？恩典的对待是讲，甲你定伫罪内面，迄款的代志叫做恩典的对待。互人定伫罪内面，你人伫遐所在，你就看袂到白白的恩典，你看袂到你什么事拢袂当做，因为你定伫这个罪内面。所以讲1917节讲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甲真理呢，拢是对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伊较得正肉身，伊要解决人定伫迄个罪中，这个代，咱叫咱正做义。所以正做义，迄个义。因信称义，这个义足歹解释，但我的解释是讲，甲上帝和好。所以圣经新约内面，若看到这个义，你也特别是罗马书，罗马书也是讲，这个迄个保罗所写讲什么义，你甲解释讲因信，就是甲上帝和好。你甲上帝和好，你有义了，你就脱离罪，脱离罪了，你才有迄个目睭，才体会，才能看到上帝的恩典，恩典拢对上帝来。律法是讲公平，你若有好赏赐，你若有歹刑罚，但是恩典是无公平，恩典毋是公平。所以耶稣讲，恁有听起话讲，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就有好报，歹就有歹报。但是耶稣甲咱讲，我甲恁讲，毋通甲歹人作对。有人拍你的正手边的面，连倒手边嘛转过来互伊拍。有人摕你的内衫。连你的外衫互伊摕去，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你来甲伊行2里的路，甲伊共心。所以有一个足重要的信息甲教导伫这个所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安尼讲，你有听去有讲，着疼你的厝边，恨你的对敌。但是耶稣讲，但是我甲恁讲，爱疼恁的对敌，为迄个迫害你的人，为着因祈祷，安尼恁就要成做上帝的家儿。因为恩典甲疼是无条件，耶稣伫遮教导，就是甲上帝的恩典一个无条件的疼，伫人间用一个命令的形式讲出来。但是咱知，咱拢无法度做到这点。不过，这就是耶稣伫人间33年半，要甲上帝无条件的疼，迄款恩典，互咱知影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疼。所以讲，你若干那疼迄个疼你的人，有啥物赏赐？因为敢若税吏的抽象的，嘛是共款安尼。迄个歹人伊嘛是敢若疼伊所疼的人来疼。所以你若甲耶稣看做讲，伊甲疼耶稣的人，安尼你就甲上帝看做袂输，是阮迄个共款是税吏共款吼。所以你看，日头落雨，互好人歹人拢总平共。这是一款的咱人世间讲的无公平，做好事无好报。做歹事，说定都有好报，这是一款无公平，咱无法度接受。但是上帝伫迄个所在用白白恩典甲咱讲，恩典本身就毋是公平，恩典无公平。你是罪人，你会得到；你是好人，你嘛有得到。这是一款新的公平的观念。咱看保罗对恩典的了解，伊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光，但是即摆咱拢得到恩典呢，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为伊已经伫实际上替咱付出代价，所以咱是白白称罪义。所以你看，事实上咱讲上帝的恩典是白白互咱无代价，但是这个白白上帝互咱恩典是爱付出代价。太阳有日光，互咱会烧，互咱有日头，有世间，上帝将伊付出代价。伊的代价就是，互咱得到白白恩典的代价，就是将伊的独生子钉伫十字架顶。替咱付出这代价，咱靠法度得到白白的恩典。所以因为有这个恩典，为了赦免咱的罪，耶稣受定罪；为了要解救咱来得自由，耶稣去用捆绑；为了要医治咱的病痛，耶稣受鞭伤；为了要救活咱，伊用钉死伫十字架顶。这是耶稣为了咱得到的白白恩典，伊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咱才会咱得到这个白白恩典。恩典有偌济，有啥物物？患难中得到解脱，恩典；破病得到医治，这是恩典；食会饱，穿会烧，这是恩典；生活平安，心情轻松快乐，这是恩典。但是我甲恁讲，上大的恩典是啥？就是得救。得什么救？就是咱会当得到除去咱的罪迄款的救，迄款的救。所以咱咧传福音，咱讲要传福音，迄个福音就是讲，咱爱将这个恩典的福音传出去，咱的得救这个福音，这个代志甲传出去，叫做传福音。得救就是得到永远活，甲上帝好好的福气。这是上大恩典，就是这款的恩典，人无遐简单的感觉到，因为无限，因为永生，这拢是即摆看袂到未来较会产生啊。啊，咱人的特性就是啥？咱人就是有罪，咱人就是有限，吼。咱人就有死，所以三有啦，有罪、有限、有死。所以你看袂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恩典白白互你上大的救恩，你伫遐无迄个感觉，你袂感觉，因为咱人拢是有限的物。所以若有读过数学的人拢知影讲，你无限的物，你有限加有限嘛是有限，有限加n 乘以一个，这 n 乘以有限嘛是一个有限。所以有限的人永远无法度了解迄个无限。上帝大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迄是无限。所以咱用咱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知识是无法度了解。实际上，咱每一个人拢是蒙恩的家人，拢是蒙恩的子女。咱已经享受到咱的呼吸的氧气，咱的太阳，咱的下雨，这个恩典拢伫迄个所在。但是，我要问一点来讲，是咱常常拢无感觉有迄个恩典伫我的身边，是安那？咱无感觉迄个恩典伫咱的身边，无迄个感恩的心。因为真简单，这个恩典是白白互你的，你无需要去珍惜，你毋免努力去得到，你毋知伊宝贝，你信就得救，你就顶我的永远我们很重要的代志，得来太容易，太容易得到，所以你无感觉迄个重要。我最近去美国看人迄个登山杖是迄个 carbon fiber 是迄个碳纤者，我感觉足好啊。我想转来台湾买一支安尼。去网络甲查5000、1万足贵的。我会记我的朋友佫伫美国的 Costco 买到30块一对美金一对。所以上我无法度拜托明太长老讲，你拢有迄个淘宝顶悬去你看迄中国货啊，你我订一组看觅。订一组2礼拜后摕着，摕起来看，拢总加运费啊800几块呢，台票比美国更较俗哦。品质有够好，我实有够欢喜的。但我想，一开始我开拢无要想去做啥代。因为我想讲，这中国好，什么较有好货，绝对无好货。心内是感觉咧，绝对无好货。我直接毋是要讲过中国吼，迄货物品质偌好，就讲要足个品质歹。但是呢，咱盲目讲中国大项都歹，嘛有伊做了抑个袂歹的所在。但是这个心理就是伫迄个所在，什么靠好货，救恩永远的活命，你看袂到，靠现俗，但现重现好。靠遐俗的代志，咱无同感觉。你安知？咱报纸看，足侪师傅啊、教主啦、怪力乱神，这人拢个大师啊，这款人因安尼带足好、使足好啥？因为呢，要信伊的人，得用足侪钱才会通去信伊哦。你安知影？慈济你若要穿特别一款衫，100万才会当穿伊那灰色的衫。
你若要去信这个师傅呢，你得管偌济钱，你看能信。所以钱交伫遐，心嘛伫迄个所在。所以因为是有代价付出来，所以真心调伫迄个所在。你看咧，紫色的衫100规个拢伫遐，每一个拢交足济钱。所以吼，头拄我伫楼骹，下个礼拜我有甲咱新的牧师讲，老牧师讲，你新的牧师来以后吼，咱是行洗礼是啥物？咱来信主，传福音信主讲，你要信，要来行洗礼，一个人收100万，伊就袂离开啦。我伫遐教会差不多20档，安尼甲算算哦，咱伫遮行洗礼，伫遮信主的人100个以上啦。但是我借问你，有几个留来？无几个啦，因为上过俗，俗物靠好货，所以无珍惜。所以我建议以后教会小会，若要洗礼的人拢收100万，大家拢乖乖伫这个所在。因为付出代价，无付出代价物，上物靠好货，因我路名有啥物货，无价值，袂珍惜，这就是咱的问题。伫迄个所在，咱无感觉伊存在，咱就爱靠家己的努力，辛苦摕着去赚来，咱才会珍惜，咱才会甲保庇。咱今日传福音真困难，因为上过俗，你若喙讲信，即摆搁一个洗礼的问答，要空过你得当洗咧，就会当太过俗所以你无感觉伊的重要。十字架的恩典，得救的恩典，永远活命的恩典，逐日带领伫苦难中，互你有挽回的恩典；伫溪水边，互你平安的恩典；伫风雨中，互你有安静的恩典。逐日拢伫咱的身边，但是咱无看，咱也无要相信。咱迄是拄好，我好运，我都有厝伫遐无倒来。你拢无感觉，咱拢伫咱的生活中无看过稳定，但是你拢看到你的苦难，你看到你人生的低潮，你将来毋爱伫你的苦难中，你将来毋爱伫你的心情低潮时，伫遐看到上帝，伫遐看到上帝带领讲，原来伫迄个时阵，上帝的稳定嘛拢伫咱身边。咱要伫咱的生活中会当看到稳定，真重要。稳定已经赐予咱，但是你若无信，你就无能看到稳定。因为数字章第8节咱讲，保罗讲的，我讲伊讲得足好，望大家拢会当记起来。恁得救是本的恩，也是因为信。那用华语来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真简单的一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得救真救是一个稳定，白白互你。你是爱对着对，因为你有信。你若无信，你就白袂着。你若无信，这个信也伫你的身边，你嘛看袂着。耶稣伫哪撒勒，伊个家己的故乡，伫迄个所在，伊本土的人拢无人要甲信，无人要接受伊是神弟，上阵屁小孩，较到是伫我边仔尔。是啊，开即摆变我的神弟，所以拢无要信。所以耶稣伫遐讲，要离开的人讲，因为因无要信。所以伫遮我无要惊信者，因为伊无要信，因看袂到。毋领耶稣无要惊信者代志，惊信者伊嘛看袂到。咱拢去忽略即个白白互你，咱拢忽略伫你的身边的代志，忽略讲你的先生我听你，你的太太我听你，敢若看到伊伫遐去照念。这是咱的风潮，这是咱看到的物，拢讲看到即个物，但是咱无看到即个稳定伫迄个所在。我读心理系，我的同班同学有一个。我伫美国回来了，看迄网络顶讲，嚯，叫做大师啊！伊拢做迄个心理辅导啥，咧讲着，我家己册摕来，我一字都看无。这文化都未通安尼吼，就愈未通愈好啦，就是愈大师安尼吼，拢叫大师。但是不行，大师无长退休，伊无偌久已经过身去。大家拢知我看伊上好，所以现在当了伊的迄个丧礼嘛，叫我写对伊的追念文章，我把它写一篇。想袂到10档哦，差不多旧年，搁一届好，伊的门徒啊，大家称大师，门徒，大家搁一届研讨会，搁我一篇，我下一篇搁甲刊出来，大师。但我心内哦，敢若想，是我伫迄个纪念文，我嘛讲，我实在无法度接受伊是大师，因为做伙看我伫大家上面，大家做伙偌济歹代志啊，搞到嘛个其实，伊讲个测干高嘛测足济啊，嘛对太太离婚啥打嘛有。所以，足侪心理学大师，足侪教主，我毋知影其他，但我所在的大师也是台湾心理学界足有名的辅导人。
大家拢找因解决问题，但我跟你讲，因是大师，我是大师的老师，伊拢爱找我，心情艰苦，问题要叫我来找我，因为我毋是伫迄个界面的人但是因为是我的心比大，我嘛无法接受，伊是大师，太俗了。我的身边较有可能大师伫我的身边做的不能接受，但是事实上人就是安尼接受，所以这就是便宜的东西哪有好东西？白白的恩典，不要付出1毛钱的，迄个米较有可能是好米，这就是咱的心态。这是咱做基督徒上大的悲哀，咱无看到恩典伫咱的身边，为什么？咱无迄个心态。你知影这个心态足重要。箴言4章23节安尼讲：你得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效果，拢是对心来发出来。这就是箴言你讲，心态足重要。心态决定咱人生足侪重大的决策甲选择。心态比你的知识，心态比你的金钱，比你的环境，比你的关系，比你的思想，比你的行为更加重要。人生真侪重要心态、看法，90%以上拢决定于你的心态。mental state 是人心理上的一个模式，一切资讯拢通过这个较出来做选择。同款的资讯进入无同的心态，所出来了解甲决策拢无同。所以咱最近常在你讲翁小玲这个立法员，伫林祥配。台湾人得标一下讲啊，这是中国人的骄傲。那就台湾主体委管的主管人说，大家听个拢倒伫涂骹，你开当想讲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讲这是心态，我嘛无爱讲伊唔对，有迄个心态，迄个面积味出来，伊就是必然呢。佮另外是较早的总统，伊大中国种心态，啥物面积味，伊嘛是变迄个看法出来。但是同款，咱是台湾主体为主的独立为主的迄个心态。莫讲国家独立啊，主权独立，啥物秘籍要讲，咱嘛是爱看到主权独立。所以这心态是决定人一生真重要的代志。你的心态是安尼，心态是高度的偏见，是一个方向性的。所以咱伫迄个所在，为什么咱看袂到上帝恩典伫咱身边？因为咱欠迄个感恩的心态，咱欠就迄个感恩的心态，无伫遐用感恩的心态来看上帝的恩典伫世间。这个心态会互你清明，感恩的代志嘛同款。如果你心态内面无认为有上帝，无认为有神，无有耶稣，无认为圣神，你感觉一切都是偶然，感觉一切都拄好安尼自然形成。你袂有感恩的心态，所以你就袂有感觉着讲稳定伫你的身边。当然看诗篇100篇大笔，这个伟大的诗人，甲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伊安那。以啥物款心态来看甲上帝的关系？诗篇100篇第40到第50节安尼讲，伊讲：着称谢进入伊的门，着赞美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赞伊。说了一句讲：因为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因为耶和华本正是善良的，伊的慈爱直到永远。伊的信息直到万代，这是就是咱应该有感恩的心态。如果咱有这个感恩的心态，咱会当看到上帝恩典伫咱身边，咱用这款的心态来进入上帝的门，进入上帝的院，用这款感恩的心态，咱就会感谢伊，会称颂伊，一切拢会伫遐得到解决，得到了解。因为咱知耶和华本是神，正确的态度面对上帝，咱一生就有福气。感恩的心，啥啦会当，互你一生的顺利。因为有感恩的是，知影讲这毋是我做成，是上帝我，所以你自然就谦卑。那有谦卑的态度的人，伊就知影一切对上帝来，毋是靠家己。所以伊知影讲家己头瞻嘛去互上帝算过，每一支拢去互算过。伊嘛知影一生一世所有得到，拢毋是靠家己，拢是上帝所有的，拢是毋是你努力就当得的，是你不配得，但是上帝给你的。感恩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一定有感恩的心。所以感恩的人无感觉会当靠家己，会当称罪伊，因为信才会当称罪伊，因为信才会当甲上帝和好。所以他对我所读的以弗所2章80到90非常的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咱大家背到这说来讲。
这毋是出伫家己，是出伫上帝所赏赐的。佮讲，若毋是出伫行为，这嘛毋是出伫行为，免得有人会自我骄傲。所以我讲，你若有感恩的心，就会谦卑。有谦卑的人，自然有感恩的心。彼得伫最深的所在，耶稣叫伊拍网落，因伫遐规暝拢无掠着伊，耶稣叫伊拍网落。拍网落了，拍着真济鱼。伊伫迄个所在，伊较有看着上帝，伊有感动着，伊有谦卑来讲，我规暝伫遐做无法度，但是耶稣来讲，价钱拍落就会当得着。伊讲，迄我拢拍过，但是伊真正叫咱去做一下，伊有谦卑来，有顺当去做一下，伊真正伫遐感觉着哇，上帝恩典伫迄个所在，所以自然产生迄个感恩、迄个感恩的心。所以讲一句讲，上帝啊，耶稣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你若有感觉你是罪人，咱毋是干那说我是罪人，排在三公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你得有谦卑的心，你若有谦虚的心，你会看因为信，你会当有迄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会当互咱真正得救。结论来讲，恩典是咱信用的核心。咱相信的恩典，相信这个恩典对上帝来，而且是白白赐予咱。知影上恩典是无公平，你毋免回报，但是你茫茫怨叹，因为好人甲歹人平平得到上帝的恩典。感恩的心是蒙恩的起点。你可能感觉上帝有在无你身边，但是你家己心反特，你有迄个感恩的心无？你有迄个心态无？你有迄个心态上感恩的心，就是真正感觉恩典伫你身边，看到恩典的必要的条件。望大家咱存一个感恩的心态。我相信若安尼时，你袂白白行这条十字架的路，你袂白白行一个做基督徒受拯救的路，因为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会充充满满伫人间，甚至会恩上加恩。撒卡拉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拯救阮做你的囝儿，又白白赐恩典互阮。阮伫这个所在，阮家己的目睭昏暗，看袂到你的恩典。阮时时伫遐要靠家己、靠知识、靠权力、靠金钱，但是阮往往毋知恩典就伫阮的身边。阮若无要信，就敢若亚撒的人共款，因伫遐耶稣伫遐就无要显伊的恩典伫遐所在。主啊，求你开阮的心，互阮有谦卑的心，知影一切爱靠主得着。互阮有谦卑，所以阮有感恩的心，让伫遐知影恩上加恩，日日伫阮的身边。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来唱回应诗，圣诗第147首。你敢有救君主，予伊洗清气？请起立。
坐。即时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任奉献时。亲爱的上帝，感谢你的疼痛，赐阮逐人有无同款的角色甲温素来服侍你。阮也感谢上帝教示阮爱常常思考你的话，常常祈祷来过得胜的生活。阮也愿意奉献阮的金钱做圣工使用，求你接纳，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即时来报告。报告大声介绍新朋友。都有。谢谢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你，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但你的隔壁讲，恩典甲你同在，上帝恩典甲你同在。多谢原用长老今仔日用这个题目来甲咱分享，拢提醒咱，无论是甚物境况，咱拢会当伫遐思考上帝的恩典。好，多谢。咱先来感谢今仔日来到咱中间迄个几位兄弟吼。第一位咱要请迄个锦珍姐妹吼来。伊无写单啦，但是伊有甲我讲伊的名叫锦珍啦，欢迎你来，伫遐就会使，谢谢，多谢伊，伊第一届来到咱的教会，好，来是一个王基典甲何如玉，伊是正红兄弟的爸爸妈妈，为中华来，因是中华叫做教会的兄弟，伫遐咱欢迎伊吼，来有一个刘月华姐妹，伊的娘家伫新竹，拄倒来转来，伊为桃园迄个来到咱遮，伊是桃园灵粮堂的姊妹，咱欢迎伊吼。来一个少年的陈恩利，来，伊是
嘉义东门教会哦，张含宋明就甲我传信息讲有一个少年朋友要来，啊欢迎伊哦。今年当29岁，我就讲爱有女朋友啊，爱量早结婚安尼吼，毋好学迄30、40岁毋结婚的吼，安尼爸老囝又无好吼，安尼啊，毋茫会当社青会当来关怀安尼吼，好啊来。咱赖尚明牧师的爸爸妈妈为高雄来到咱的中间，赖凤成吼来太太的名无写啦吼，伊是高雄一心路顶悬的圣心长老教会的迄个长老吼欢迎因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毋茫伫较等的食中昼的。交陪，咱可以当甲罗牧师的爸爸妈妈来熟悉哦。这是新会友部分的迄个迄。啊来下晡吼，咱罗牧师就任的时阵，咱这座位吼，我为圣歌队这边的圣歌队个坐原来的位吼，啊来电脑桌啊迄排吼，迄有这2、3、4罗牧师的亲友的坐3排的位吼，3排。啊来这排。这排有牧师团，有信望爱教会诗班，因总共只有7排，有7排，头前7排。咱兄弟若较早来，你头前这接下晡的标示的那个，遮就让开哦。啊来这排这排是长老贵宾席牧师团，啊个咱本会长老要上台啊有4排这有4排。啊靠这边的壁这个更。三角钢琴这排有7排，爱留敬拜团甲乐团甲指挥来坐这是咱下晡受职感恩礼拜的时阵座位迄个，这大家来做报告啊，咱下晡礼拜煞是全教会大会餐啊，食饭的所在是伫1楼、2楼、6楼、7楼你若要摕到3楼食嘛是可以总是要注意2楼甲3楼要注意迄个饮料的部分，毋好车倒啊来，咱餐会摆伫1楼，1楼咱会摆2桌，啊7楼会摆1桌啊，咱今年这是迄个咱外口看会到的路易莎这间公司来甲咱办因为伊伫新德公道路遮一间饭店有负责这个百货自助餐的部分。迄是咱杨忠新弟兄伊所熟悉的公司忠新弟兄伊专门在做这款迄个餐饮业的这种迄个服务所以我找伊的时候，伊讲无伊来找看卖路易莎愿意来承接来承办，所以咱今仔日下晡是大会餐因为下晡包括。来宾安尼落去，人数检测会超过咱所预定的226份。毋茫你若食无够的时阵，你毋好逗我骂啦因为咱是准备226份，咱是逐餐厅准订222份是不是会剩下或不足？我毋知但是我袂揣等因为我知影兄弟大家会原谅我啦来，顶礼拜六小会有一寡决议的事项嘛，是爱大家来知迄个有接纳林秀雄兄弟伫新德代的病床来洗礼，这个正做咱的陪餐会员3楼有准备要互换尿布的时阵较方便的迄个育婴室的设施这个总务组会来处理。来，政会干事到8月底，服侍咱郑兄弟到8月底，因为伊讲伊要等于斗顾孙毋茫好，伊未来顾孙的日子悠然是充满欢喜来，下半年有足侪宴会9月14西索爱湖县伫咱遮有一个福音茶会。9月22有一个马约翰牧师的培灵主日这个有早上跟下午
啊，即工我大牧师提醒讲，咱会友袂使走啦吼。所以9月28，你的日期、你的手机啊、日历先来定落来。9月28下晡爱听完，等会使转去。哦，你若无剩2、3个安尼吼，好不容易聘请他来哦，啊，我们剩下没几个弟兄姐妹吼，那真的是对讲者大不敬吼。所以爱记哩吼，老师要讲课，咱爱学生爱乖乖啊听吼，啊爱记哩哦。9月28日吼，好。啊，我看唔到伊吗？22哟。哦，我安尼我目睭啊看唔到伊啦。9月22啦吼，9月28是巧克力人生啦，无共啦吼，歹势是嘞。啊来，搁有一个11月初10，咱搁要9月29有一个陈以礼学院学员的迄个见证吼，主日。11月初10，咱有要去三秀园野外礼拜哦，咱真久。几啊年已经无去到元良长老甲主要者因安尼，费尽心力所整理出来的三秀园了吼。我们今年要再次的回去那个地方吼，啊嘛要甲土库教会联合做一个野外礼拜吼。啊，咱们爱拥有报名吼，拥有报名，因为咱7点就要出发吼，啊去啊礼拜煞食饭饱，啊要再回来。哦，啊大家讲哦，足忝的，但是伫兄弟姊妹中间。你把迄个忝当作稳定啦，好无？吼，安尼，吼。好，啊，搁来11月23到24有一个夫妻成中营，这有一个特殊的迄个，这是新白长老遐有甲迄个嘉豪主持遐，因有一个讲有真济兄弟姊妹需要有一个婚姻夫妻成长营，吼，啊，所以因就来。敲吹啊，有一个马永成牧师要来遮做讲道，啊，佮有一个主持这个成长营的迄个课程研习班，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哦，啊，佮一点的就是9月7、8有一个洗礼吼，洗礼圣礼典，有9月7、8圣礼典，圣礼典伫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所以你嘛是爱来。以上的报告。愿主祝福咱大家平安喜乐。多谢文静长老补充。煞接第5点，文图培育组要举办基要真理班7堂课，分2班上课，课程时间家己斟酌。那有要报名的，请罗牧师还是干事室来报名。第7点，少年团契8月13到18，到18，要举办国高中生毕业环岛旅行，愿上帝保守因的旅程平安。兄弟啊，放伫基督内会籍专列赖祥明、林思佳、赖启恩。一家人。我这边搁补充一点，就是今仔日下晡招待同工，请伫下晡1点半伫1楼集合。煞接就是咱会后这个讲台交圣餐桌，圣餐桌爱搬落去7楼，请壮丁啊可以协助一下。好，报告到这，煞接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歹势，祝福车庆的诗歌，临时煞，请原谅长老来祝祷，请起立。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的，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列倒。我们要搬讲台跟圣餐桌，那就是请那个壮丁哈，我们吃饱饭以后集合上来，好，我们再搬到7楼，谢谢。